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从那个省来？我从中国上海来。上海来吗？我的朋友很多人来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们来看到chiang mai喜欢什么？我们来看邓丽君。你们喜欢邓丽君吗？喜欢我吗？也喜欢。喜欢我吗？ OK， 谢谢。喜欢chiang mai喜欢水果吗？邓丽君喜欢水果芒果。对。芒果山竹。你知道了吗？你知道了。你吃过了吗？芒果。吃过。好甜吗？芒果干、芒果冰激凌、芒果汁都有吃过。泰国ใช่。好吃吗？谢谢。我们可以邓丽君的唱歌吗？纪念她好吗？请你先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哇，你们唱得很好，谢谢。谢谢来参观，谢谢住这里。OK。谢谢，谢谢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